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讲一铺三国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解文说。好朋友，你讲三国老长，朋友啊，顶站无听，即马煞落去听，同款精彩。国情会认真讲，互伊有杂有杂，有段有落。咱来讲一个办喜事，来讲孙权要将小妹嫁老毕，结果因老母伫咧无欢喜，讲恁小妹要嫁老毕，通城拢知啊，干那我唔知。孙权才甲吴国太解说，讲我是乌屈啊，要互老毕跳。讲到即句话尔，大胆！吴国太乖啊，转来讲，唔通做即个戆代志。明仔载约束伫咧甘露寺，老身啊要亲身来看竞赛。哦，孙权互因老母骂一个尔，转去女营，决心啦！明仔载老毕来甘露寺，阮老母咧看无要紧。我刀宝手埋伏伫咧甘露寺两边，我绝对要甲活掠起来。俗语咧讲，食七门等你。咱知影食七门等你，即句话就是讲，我传便要甲你输赢，安尼后才食七门等你啦。食歹无要紧啦，大家请拼一下。孙权原来心肝掠瘫痪就对啊。啊，咱来讲当吴上刀刀因丈人交讲咯，欢头喜面。因为即阵婚姻算伊有斗出手斗促成，赶紧去甲老毕讲，明仔载吼，恁丈姆啊，孙尚香因老母啊，孙权吴后的妈妈啦，吴国太啦，约束伫咧甘露寺，讲要看你即个戆竞赛啦。老毕头壳摇的讲敢通去，着婚甲老毕讲免烦恼，咱明仔载大剑封身，随军500名军士甲带来，无人敢甲咱卡着。真正过长工，行到门骹口尔，众人迎接吴国太看到老毕遮尔将才，一手叫伊赶紧来。不过老毕目尾受摔着，两边走廊刀宝手埋伏掉咧。老毕这个人反应偌紧，你敢知？真上骹跪了，国太甲一手叫伊来，老毕用个哭的啦。人讲老毕的江山用哭得来，有诗为证。下时的我得目屎，老毕告兵国太在，小婿恐惊人加害，埋伏刀宝将我杀啊！老毕投因丈姆，故事变化声款。台湾话讲三国，解文说理，请你继续对好调，看好食。